再来关心家人出名风景所在情人路附近无大型的停车位，游览车混账敢来当违规，和停这个轿车的停车格来停游览车，结果警察甲伊开罚单，过去就游览车业者讲一个月互警察开罚单开差不多20张，敢若罚金都已经上万块，根本就做无工钱。即马相关的单位讲会详细来规划来调整这个停车位。 路边一台游览车、大货车停伫咧停车位内底，毋过详细看，因却是停伫咧小型的停车位内底，明显是违规，互民众检举。阁有游览车业者捌一个月互开20张罚单，讲实在是真袂堪吃。但一个月给你开了20几张，现在生意又不好，停车又要被开单。 那我们要怎么生活？这是家人有名的风景区情人湖，只要是假日人真多，根本就找无停车位。其实无要设大型的停车位，是因为考虑当地交通安全。可能大车会影响，造成的其他的因素，造成他不是很想要滑。但是一个风景区无开放大型停车位，游览车业者是要安怎讨赚？因为无奈，只好来违规停车。违规停车，佫互人来开罚单，摊内拢摕去立罚单。根据道路交通法，停车的时间、所在甲方式、车种，若无按照规定，拢属于是违规的行为，会当来罚600到1200块。警方逐工接到民众的检举，开单是开甲手软。那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希望请交通处帮忙，用专业的规划。 增设大型车的停车位，未来是不是会增加大型的停车位？搁爱甲地方来讨论。交通处嘛表示，会针对停车位来做适当的调整，希望会当早一日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